地球写过一部天样的剧本，叫做《情归大地》，也做写1895年的时间，也客家庄的抗日的3个领头人物吴棠兴、齐祥，还有一个杨守祖，也3个人的故事，去配合以吴棠兴，然后佢的姑娘王贤妹，然后作为一个几只剧本的主角。这两部剧本里边最重要的意思，最老一个标题腔用情归大地，情归大地。这个归是一种归属，也是一种归向，然后要用对土地的感情，要用行通来表现。所以情归大地是1895年的台湾人的抗争的一种历史和行通地关的，记录了个人物，比方说阿爸在佢细细时就走脱嘅吴棠兴嘅神党，等于是一个单亲家庭成长的，好像是一个孤儿形象的吴棠兴，用版用自家嘅行通，对自家嘅土地有一种付出，不受情归大地嘅，本人泡做天样嘅世界，也个吴棠兴最面展示出来嘅八卦山，还有佢嘅歌唱，也本大家非常非常嘅感动。这段历史，台湾人，实际上在历史上也系大家认为讲，会第一摆思考到台湾人，按样佢嘅一个概念嘅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历史嘅转折点。思考台湾人成为一种概念上的一个意义，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，也就是1895年的这段抵抗日本人接收的历史。李克老师佢就用情归大地也部天样嘅剧本，然后佢写出来。当然后来实际上拍嘅时间，李克也有讲到讲，最面呈现出来嘅天样，然后佢本来嘅著作已经有嘅无相同。还像老太爷讲一下，最大嘅无相同在哪里？就是一个五星嘅角色王贤妹，在一个天样地方呢，老爷嘅原著地方嗰种佢係自家會武功，也帶得也騎得馬嘅上戰場安樣嘅形象，然後佢拿出嚟也係李小妮咪講，原著跟電影最大的一個區別。黃賢妹作為一個客家的女性，如何在劇本裡面，她呈現出來的是一個身懷武功，也騎上戰馬到戰場上去奮戰去作戰的這樣一個客家五星的形象呢，在佢嘅原著地方做得非常清楚嘅看到，係有興趣嘅人做得去前來看。那麼因為佢係天樣嘅劇本，因為佢要來演出，就看得到一個語言嘅問題。呢部劇本因為要為到演出嘅關係，不說在語言上呢條佢係現在用客家話來書寫。一啲度呢，客家話嘅用詞、表現嘅方法，在劇本嘅最頭前，佢又做了一集佢自家嘅整理，去寫出講，佢用版用一種客話詩，還係用這種表現嘅方式。在呢一篇，人家做得看出講，李老師佢自家本身對客家話書寫一件事情嘅一種思考。做得講，對台灣整體嘅客語文化來講，情歸大地也係一個做得參考嘅作品。我看到一個有名嘅小說家，在晚年佢回歸到自家嘅母語客家話來書寫嘅時間，佢對呢個語文方面嘅思考嘅樣板，在情歸大地地方一個劇本能做得看出佢自家本身嘅想法。